大家平安又到停通的時間，我係教大家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見面。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課程，係針對有傷痛、病痛的朋友，唔管伊係冥禱、操禱、祈禱，攏有言適合的運動。阿能講，阿能適當咯，就會同到咯。接下來就聽聞先生講下來運動哦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熱身運動，你適合阿能很長的時間可以作為熱身運動，阿能冥禱、瑜伽墊當中。阿能冥下來之後，起來動作係頸部的運動，阿能可以先看右邊，轉到右邊，轉到大，慢慢的轉，慢慢的轉。3到5秒，然後再慢慢的轉到左邊，3到5秒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安尼呢，頭拿可以輕起來，膝把輕起來，再慢慢不用下來，然後再轉到右邊。3到5秒，再慢慢的轉到左邊。好，過來中間的時間，安尼頭拿上頭慢慢的頂起來，頂起來，慢慢的下來，然後再轉到右邊。安尼一擺可以比一擺較多轉一些些。好，再轉左邊。好，安尼的手打開來，好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，打開來，握拳。安尼用隻手較狠。還能算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輕鬆。還能再卡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。好，安尼我按你腳，安尼腳先轉一下，慢慢來轉。好，轉一下，一隻腳轉下來，再轉另外一隻腳，轉一下。用安尼的踝關節不用輕鬆來。一下安尼的腳先轉一片。好，再慢慢來轉另外一片，轉另外一片。好，安尼打安尼的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安尼一下，你的身體就慢慢的暖和起來耶。來就是安尼簡單的熱身運動。接下來要分享的係坐喺凳上的訓練腳部的肌肉運動。安尼體力動作係墊腳尖來訓練安尼咧小腿的肌肉，安尼向下做20下。
好，安尼休息一下。安尼最簡單的踮腳尖就可以訓練到安尼咧，小腿肚的肌肉，安尼看小腿的肌肉慢慢的訓練起來。安尼休息一下之後，安尼再來做第二擺哦。好，你再來做第二道。好，你喺安尼簡單的踮腳尖，你嘛可以坐喺等你好嘅時節，安尼兩隻腳壓起來，壓起來嘅時節，安尼腳帶壓下來嘅時節，你嘛喺訓練安尼嘅踮腳尖，順便訓練安尼嘅抬腿。相同哦，安尼踮20下，開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安尼慢慢的來，唔該唔行咧，可以踮10下，也係20下，安尼就可以訓練到安尼咧小腿肚的部分。接下來，安尼要訓練安尼抬腿，安尼咧腳壓起來，好，安尼往上提10下，能穩腳，好，開始哦。好，穩腳。好，不用強說，安尼休息一下。頭到安尼踢的時節，手係訓練到安尼咧抬腿，安尼抬腿真蠻重要。等到安尼抬腿有力量，安尼咧膝頭，較唔會舒爽，較唔會按摩力。好，你休息之後，安尼咧抬腿，安尼再來做一擺哦。穩腳。好，安尼休息一下，安尼慢慢的踢。好，雖然講係偷偷示範行嚟做10下，但是唔係平常時，對於有啲人來講，可能冇辦法一下踢10下。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冇相同，安尼慢慢的做，慢慢的訓練，安尼身體就會越來越健康，身體就越來越有力。安尼再來做一擺哦。好，穩腳。好，安尼來做第三個動作。第三個動作，安尼跟彈力帶，套在腳上，安尼訓練安尼抬腿的外側。等下安尼咧腳，我想攞背踢出去，安尼踢10下休息。好，安尼右腳先哦。好，穩腳。好，安尼休息一下。
頭頭安尼不止訓練到安尼抬腿哦，連安尼臀部的肌肉嘛有訓練到。安尼一部分臀部訓練到之後，安尼行路就可以越來越直，越來越順。安尼再來做一擺哦。彎腳，好，安尼將安尼彈力帶拿起來。頭到教的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接下來就聽我先生向下做下去。接下來我分享的行個坐的凳的行來訓練安尼手的運動。安尼體力動作行個幹手，吼手握保特瓶，吼安尼該壓起來，吼壓起來。順上去壓起來，你咧動作。安尼第二天一擺做實咧，休息一下，溫書。好，安尼開始哦。好，能溫書。好，能休息一下，讓安尼肩胛頭休息一下。好，安尼壓一度算一度，有啲人雖然冇辦法壓嗰個，吼壓一度算一個，像用安尼咧肩膀也上嘅肌肉，慢慢的訓練，壓一度算一度，壓一度下算一度下，安尼慢慢的訓練。好，嚟再來一度哦。好，能溫書。好，上頭安尼休息一下，讓安尼肩胛頭通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安尼一擺會比一擺感覺哦較酸痛。好，但是安尼就慢慢來做一度下都唔怕。安尼接下來的動作，好，行個干你的保特瓶壓起來，好壓起來。安尼的手盡量好夾個時上，好唔好打開來。安尼夾個時上就主要訓練到安尼你上手臂的好你的肌肉。上頭安尼做一下休息一下，做一下休息一下，開始哦。
好，能溫數。好，来休息一下。安尼咧數出會慢慢的通起來，安尼那有辦法吼，越來越通到越多的角度。吼，就算安尼一下有啲人可能有感覺嘅酸痛，有某個問題，但是安尼做安尼可以做運動，就可以讓安尼咧數維持到吼一天的力量，一天的肌力。喺假使講唔弄唔痛啊吼，人數就越來越做唔得痛。安尼再來一擺哦。好，能溫數。好，可能休息一下。安尼體上的動作，吼，行個安尼咧數，各種划船用的，吼，拉咧彈力帶，各種划船用的，主要行個訓練安尼咧背部的肌肉，吼，上背部的肌肉，安尼坐較前面一些，吼，一隻腳伸出來，瑜伽墊，彈力帶套在腳上，安尼第二條數個腳門安尼綁，吼，數安尼腳門安尼綁。安尼一擺就是綁10度，休息一下，10度休息一下。好，開始。安尼一綁的時間。安尼胸部會自然的往前挺，好，會讓我們的脊椎越來越側，好，你嘛係一個矯正咱的脊椎一個動作，一個運動哦。好，嚟再來一道。接下來要分享的行個運動之後，要做為緩和運動，安尼面到瑜伽墊。體的動作相同，安尼間數不用的，安尼都是當個，安尼做安尼的腹部呼吸，安尼吸氣時間都是慢慢的鬆起來，哦，鬆到最高。吐氣的時間，慢慢的消下去，乾氣，再來一道哦，吸氣，都是慢慢的鬆起來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好，吸氣，安尼鬆到最高時間，安尼可以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吐氣，慢慢的消下去。安尼再來一道哦。
吸氣，慢慢的鬆起來。數到大概時間，停留3到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嘞，接下來行個要表述我們的腰臀，好嘞，慢慢來轉，慢慢來轉。慢慢的鬆過來，還能彎腳，再來一道哦。可能接下來行個表述我們的胸椎的動作，可能將手表到另外一隻手的地方。經過高的課程，大家學會冇？能將運動變成習慣，有好的運動，能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，心情那會越來越喜樂。聽通，能下次見。